月租5000定係83萬做業主？葵涌超平門檻創業工作室即刻帶你睇。Hello， 我係 Sandy， 今日帶大家睇個全場最平嘅上車盤，就喺葵涌貴盛工業大廈門口裝咗電子密碼鎖，一入到嚟建築面積有260尺，間隔四正好用。呢度一入門，業主就幫你裝咗塊大鏡，貪靚嘅朋友出門前執一執個樣就最啱啦。門口位亦一早預留咗電掣位俾你，呢個價錢最難得嘅係單位自帶獨立洗手間，上邊連抽氣扇都裝好晒，唔使同成層人一齊搶公用廁所啊！冷氣機亦都 ready。行到窗邊呢度整咗一排好實用嘅儲物櫃，可以放到好多雜物。外觀呢就係望樓景，採光度十足。大堂呢度仲有單位嘅獨立專用信箱，收信方便。公用走廊位同埋空間都係非常之企理乾淨。隔籬仲有自動販賣機，做嘢做到口渴，想買支嘢飲都完全冇問題。呢度月租只係5000，主放售價更係震撼全場嘅83萬，自用定係投資收租都無敵。快啲留言 PM 我攞資料啦，拜拜。